新德市的警察局就有统计，去年9月份至11月份诈骗的案件，发现有将近17%的受害者拢是伫科学园区科技公司上班的，而且呢，因为因的薪水较悬，收入较好，所以平均一个案损失拢超过480万起跳。警方手提工具破门，入去房间了，随甲人压伫面窗顶。因为伊是诈欺集团的成员，专门找新德科学园区上班的民众做诈骗的目标。他们还以朋友的名义寄售一只全新的 iPhone 14手机给我，他们都有教导我不要跟行员说是投资股票跟贷款，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过。要说是付工程款，比较不会被起疑。在多次的会谈跟面交的过程中，先后我投入了新台币约1100多万。根据新德市警察局的观察，科技人员渐渐成为诈骗集团拐骗的目标。因为根据统计，9月至11月，新德市1363件诈骗案当中，有228件被害者拢是伫科技产业食头路，互人诈骗的金额有1亿8000多万，平均一件就超过480万。警方认为，因为科技业的薪水较悬，平常时生活也较单纯。以同样这个科技业。被害的状况，那新竹市的科技业，它是全国平均科技业被诈骗的2.4倍。以往受害的状况，大部分都是假投资，但是假投资它在前一段会遇到假交友的问题，所以它是一种结合式、复合式的这种诈骗行为。警方宣传反诈骗，现场也邀请科技产业加入预防诈骗团队。科技公司也答应会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训练，增加员工防诈骗的知识，唔通互人骗去。不管电信单位或者是金融单位呢，他们已经被利用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。那这中间呢，怎么样有技巧的能够找出一些异常的现象？警方表示，人人拢需要提升防诈骗的知识，这跟年会职业学历无关系，因为诈骗集团的部署直变，要透过政府、民间企业以及社会互相合作，才当降低民众受害的风险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